食成綠得開心計劃創意料理大賽正式開始。我哋咧好感謝咧美心集團同埋港燈咧一直致力鼓勵社會大眾咧係珍惜食物，支持咧綠色嘅生活。我希望大家咧今日咧喺享受美食之餘咧，亦都能夠咧喺日常嘅生活咧實踐惜食，共同咧係減少廚餘。面對全球暖化，我哋兩間公司其實都係好有心。我衷心希望各位以味蕾去感受你珍惜食嘅環保理念，並且帶翻去社區同埋校園一齊做到咧自營碳中和。今次好榮幸同港燈可以有個聯成，大家有共同嘅理念就係咩呢？我哋希望可以將珍惜食材呢個理念呢係可以發揚光大。所謂餐前廚餘係唔係可以做到一啲美味嘅食品出嚟，減少浪費？咁呢個呢，就係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做到嘅嘢。今次咧呢個創意料理大賽咧，其實係設有4個組別嘅，鼓勵咧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一齊去到參與，展現翻大家嘅創意同埋實踐呢個可持續嘅理念嘅。好希望參賽者咧可以發揮佢嘅想像空間啊！咁啊，去創作一道又一道又有營養價值啦，又好味嘅一個菜式。你珍惜食，耶！